乡亲啊，你捌伫个深夜半暝，听到有人安尼哭、安尼啼、安尼哭无？2021年，台湾家暴通报的案件将近15万件，等于每3分钟就发生一件。另外，佫有一个调查，台湾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生当中捌互亲密的伴侣暴力对待过。这个互人着惊的统计数字，嘛会当看出真侪女性艰难的处境。背后更加有真侪惊惶佮心酸的故事。咱采访到2位妈妈，因过去就是去互家暴过，拼力亮开了后，透过社会福利团体紧急庇护甲就业的辅助，总算妈妈带着囡仔慢慢徛稳脚步。咱就来看2位勇敢的妈妈迈向新人生的故事。即使身上有一些伤。我也不敢跟别人讲，我不想让我的小孩知道。我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是很担心，毕竟我很久没有上班了，然后也担心说我自己一个人的薪水没有办法养2个小孩。你每接触一个家庭，你都会蛮心疼他们的遭遇。管家里儿子，管家里怎样？啊，上班在吵，我是不能打，是不是？我浴室去，他就抓着我头发往地上，就整个这样往地上，我的整个头就是撞在地上，然后他一直拖行拖到客厅来，所以我的身上才会装很多淤青。一任就是30年，61岁新美为了家庭，包含暴力，延天斗阵。因为你要跟他讲理，他就是用拳头叫你闭嘴。其实即使身上有一些伤，我也不敢跟别人讲。我不想让我的小孩知道，因为我就眼看我先生他从小就是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他也是渐渐的就是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很担心我的小孩子。评论并无为带来转机，只是防怕愈凶，伊同款逐工拢爱面对这不安和惊吓。你们有看过那个以前的那个摔跤吗？日本那个，他就是从脖子勒住，然后一直打你头顶，希望有人可以救我。经过派出所的门口，可是我又能怎样？那时候我才突然想说。我为什么不逃？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所以我就赶快到警察局报警啊！我当天就住在庇护所。想到6年前，互人刺心的迄一天，就亲像空嘴冒盐遐尔生。在这个前2年，我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可是我的心是在哭的，我的心是在哭泣。可是为什么我的眼泪一直掉不出来？其实掉不出眼泪更难受。新美勇敢走出来，这几年伫咧庇护所担任生活辅导员，用过去经验身份来帮助别人向前行。这是之后你们要住的空间，这里有3房，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生活所则。小蜜，我们这边是保密的地方，你知道吗？不要透露给亲朋好友，因为除了你们自己有安全的议题，那其他的住户其实他们相对也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我先找一包米给你，有洗肥皂吗？洗碗巾，拿一瓶洗碗巾。好，真需要的，很重吧？照顾他们的生活，那最主要是陪伴啦。工作是24小时，也是时常半夜要叫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的。也有自残的啦，然后身体突然发生状况的啊，头晕啊、跌倒啊。惊吓、官司、经济不稳定，和照顾囝儿的压力关卡，感受毕业者自我怀疑。做辅导员的每一天，心理和社工人员陪伴这妇女面对危险，行过风暴。
有一次就陪同他回去复诊，然后我们一进到那个候诊间，他马上就掉头就跑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他先生在候诊间等他，他掉头跑，我会跟他一直跑。我们在医院里面真的就是一直乱窜，有路就跑，因为后面有人在追杀，只能往前跑，不能往后面看。那一次其实蛮惊险的。我自己做庇护所服务大概20年，就是你每接触一个家庭，你都会蛮有伤痕，你都会蛮心疼他们的遭遇，然后就会想说，哇，是什么样的因素，就是他们也要这样被对待。有一个50几岁的妈妈，她也是等她孩子已经长大了，然后她才出来求助，全身一般都是被烧伤的。她说她10年前就这样，然后她还是没有出来哦，她的头这里是被砍伤的。她说你不要治疗我，她说这太难了，她说因为她说就很像伤口已经在里面发脓，她说你现在要把它打开，她说那会很痛的。台湾大概一个妇女大概要平均7、8年左右，这个数据还是已经有在进步的数据。都要带，陪同他们吃饭。对，有的都没有经验。38岁小毕，同款嘛经过一段危险啊下未过难关。说真的，没有发生那一件事情的话，我可能真的还是会，可能就真的跟到18岁。因为其实，在事情发生的前，应该算1个月，他都没有回来，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被发现说他已经有外遇了，对，然后其实小朋友有看到，然后他一回来就开始反正就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是利用这件事情，顺利把小孩子监护权放在我这边了，被他发现我在求救，然后他就开始骂说，你如果说今天的事情你告诉别人，我会把这一段影片公开。爱情啊，该性暴力，看袂到伤痕，深深刻伫咧小毕的心肝影啊。有好朋友的支持，15年前带只大班的后生，搁小2年的查某囝，勇敢离开这间无安全的厝。小孩那时候我就下课接了我就走了，所以其实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就只有他们2个书包，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事后出来的时候我是很担心，就是因为毕竟我很久没有上班了。然后也担心说我自己一个人的薪水没有办法养2个小孩，而且加上那时候还有幼稚园，花费真的大。这是离开暴力后的典型困境。来看立兴新接的庇护所因的经验，这几年住伫咧庇护所的人，以30到40岁上济，20到30岁人数嘛变多，已经挖进庇护人数第2关的40到50岁中，会当看得出愈来愈多被欺负的查某人提早获救命。不过台湾的庇护所资源欠缺不够，常常敢会当鼓励因紧走。关键就是我们鼓励受暴妇女出来求助，可是你后面的资源有没有接得起来？就像过河一样，就是你叫他要从一个暴力的环境过河，过到一个自由安全的环境。可是政府的精短庇护所，你只给他3个月，只给他半年，所以他就会掉到河里。地方政府的经费预算，那他可能开始补助他，先用7天、14天、21天，他就会有点紧迫。有一个人告诉他说：“那你要不要想想你未来要干嘛？”7天就问你，你可能会最后决定说：“那我还是不要麻烦你好了，那我还是回家。”在2021年，他其实他的那个庇护哦，只有被害人哦，他就高达5991人次，目睹随行子女的话，就还有630人次。所以其实比例蛮高的，是说，我们大概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比较小的孩子，那这些比较小的孩子又更需要更多的帮忙，
所以如果他都住得这么短，那你想要他脱离暴力，其实是困难度非常高。等落来才发现，这大头伤过重，风气会妇女若伫咧庇护所待2礼拜，敢来当保护到伊基本的人身安全。啊，立兴基金会发现，有要6成的查某人离开庇护了后，需要家己独立生活，有超过8成的人需要照顾12岁以下囡仔，无论是经济还是照顾和带囡仔的需求，拢真多。若是搬出去，头一个问题就是袂住伫咧搭。2019就有一个实验性计划，我们就跟住都中心承租了26户，那其中6户做我们的服务，那20户我们就承作为这些受暴妇女的住宅。那他们住在这里，他们可以免费住2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观察说他们可能需要有2年的自立准备期，我们就会接待一些从庇护所可能他住半年之后，他决定要独立生活的妈妈跟孩子，那我们就会提供他这样的房舍。来看过去经验，对摕到保护令、离开暴力到拍完官司，生活要稳定落来，差不多要2年时间，所以会当住伫咧社会主体安踏心情，互人生有路通行，是真侪受害者的愿望。可是，在台湾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社宅是内政部管，社会福利是卫福部管，其实部门之间的整合，我们发现是有一个 gap。因为管社宅的人会盖房子冲量，可是我们现在想是，你有量做出来之后，弱势个案住进来，你没有社会福利去陪伴他们，他的弱势的处境一样没有得到解决。李玉华有20年经验，用陪伴江浙娘条、心灵支持江浙厝遐，起一片杂访社会基地来保护因，亲像替因的囡仔来设计温暖的空间，有伤心的囡仔会当伫咧遮快乐呼吸。因为小孩他不容易用语言讲，但是玩具物件就是他的语言。然后还要有一种属于就是医疗的、医护的，因为这个是他怎么修护自己的象征。加油！哦，1分，你可以调到5吗？可以进来吗？这样被发现了。爸爸可以一起帮你。你可以选择只踩一个颜色，或者是更多的，这样对。暴力还有那个不安全的情境，其实都蛮破坏他们的大脑的发展跟身体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种抚育的做器材，然后去调节他的情绪。之前小朋友会不适应学校生活，现在就是还蛮放得开的，可以去交很多朋友，不会把自己封闭，这也是我替他们开心的事情。那呢，民间团体嘛开咖啡厅，栽培妇女，靠家己趁食。住宅、孩子的照顾跟就业这3个核心能够稳定下来之后，这些妈妈就有更多的空间去修复她自己可能过去暴力累积起来的那些创伤。以大为主，建立一个安全的所在，让受到暴力的人会当温馨孝心。这嘛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8条定的精神。政府必须提供被害者和未成年囡仔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庇护安置。没有人愿意遇到暴力，但是如果台湾的社会愿意为免于暴力是基本的人权这样去做努力的话，那我觉得去支持这些被害人会有力量去对抗那个暴力。那我们应该要让他住的权利要被看见。透过这个咖啡馆的这个环境，在社区里面办一些社区的讲座跟课程，自我照顾的议题，那你就会发现社区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潜在的家庭。台湾每个妇女都一个人在一生中目扣家己的爱情仔欺负甲真惨，这每一位勇敢的妈妈会晓保护家己，互家己愈有力量。若离开风暴，因嘛有话想要讲。我觉得一直退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吧。我如果第一时间可以建立那一条界限，不要让他这样继续伤害我，我觉得可能不会到这种地步。真的可以多为自己想一想，所以一定要多爱你自己一点。
同龄地的妇女选择重新开始，互家己含囡仔自由，难免怎起做奠定城堡，支撑因的勇气。替妇女人权举一支雨伞，已经成做国际共识。台湾袂当结呱呱，改变女性受侵害环境，路途的重要一站，需要更多人会温暖。